圖式治療。3A 自戀型人格障礙 （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） 童年經驗與創傷經歷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臨床心理學家兼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。自戀型人格障礙 （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） 簡稱 NPD 嘅形成同細個時嘅經歷有好大關係。呢啲經歷會塑造一個人點樣睇自己同埋佢嘅行為模式。以下係一啲常見嘅童年經驗同創傷經歷可能會促成 NPD 嘅發展。一、細個時嘅經驗。1、過度溺愛、高要求同過度讚美，被過分誇獎同唔切實際嘅自我形象。如果父母或者照顧者成日誇張咁讚細路，例如話佢哋係最叻或者最特別，可能會令細路覺得自己好似真係高人一等。但係一旦佢哋做錯嘢，又俾人鬧得好嚴，咁樣會令佢哋覺得自己要唔係好完美，要唔係一無是處，形成極端嘅自我評價。B、讚同鬧交替。有啲家長會好誇張咁讚細路，例如你係最掂，但係如果細路達唔到要求，就會好嚴厲咁批評，咁樣會令細路好難有穩定嘅自我價值感，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好。C、過度縱容同誇大型自戀。如果父母淨係誇大細路嘅成就，但唔俾真心嘅情感支持，細路可能會覺得自己有好多權利，甚至發展出誇大自我嘅特質。呢啲同 NPD 入面嘅誇大型自戀 （Grandiose Narcissism） 有好大關係。2、情感忽視 （Emotional Neglect）。無關愛就用自大掩蓋空虛。如果細路成長時得唔到夠多關愛同認可，佢哋可能會用自大嘅態度去掩飾內心嘅空虛。例如，父母可能淨係睇重成績或者成就，考100分先有價值，但完全唔理細路嘅真實感受。B、忽冷忽熱嘅照顧。如果父母關心時好關心，唔理時又完全唔理，細路可能會學識用誇張嘅行為或者退縮去吸引人注意。C、情感剝奪同脆弱型自戀。父母唔夠情感支持，會令細路內心有好多羞恥感同自卑感。呢啲同 NPD 入面嘅脆弱型自戀 （Vulnerable Narcissism） 有關。喺一啲案例入面，患者喺情感剝奪嘅評估得分會比較高。3、屋企權威角色太強勢。如果家長用好強硬嘅方式管教，細路可能要被逼好順從，甚至要扭曲自己去迎合大人，咁樣會形成一種又順從又反抗嘅複雜行為模式。2、創傷經歷。一啲特別嘅創傷事件亦可能觸發 NPD 嘅發展。細路可能會用誇大自我去應對痛苦。4、羞辱同霸凌 A 羞辱。如果細路成長時俾人羞辱或者貶低，例如俾同學笑或者俾大人鬧到一文不值，佢哋可能會用自大嘅外表去保護內心嘅脆弱。B、早年被同伴霸凌或者排斥。如果細路長期俾同學否定或者排斥，佢哋可能會發展出隱性自戀，用嚟維持自尊，同時變得好戒備，對人唔信任。5、虐待同遺棄 A 虐待。無論係身體上定情感上嘅虐待，都可能令細路學識用誇張嘅自我形象去保護自己，唔想再受傷。B、遺棄。如果細路俾父母棄，或者長期冇親密關係，佢哋可能會對人失去信任，轉而用控制或者誇大自己嘅方式去應對生活。C、虐待同忽視一齊來。呢啲經歷會令細路嘅依附需求 attachment needs 得唔到滿足。喺一啲案例入面，患者喺不良童年經歷問卷 set 得分係50，顯示佢有過明顯嘅創傷，例如情感剝奪同虐待。3、圖式治療嘅觀點。圖式治療 schema therapy 話 NPD 嘅發展係遺傳同環境一齊影響嘅結果，尤其係父母嘅教養方式好重要。A、過度縱容。如果父母成日讚細路嘅成就，但無真心嘅情感支持，可能會令細路覺得自己有好多權利，甚至誇大自己。B、情感忽視或者虐待。呢啲會令細路嘅自尊好脆弱，
佢哋可能會用自戀嘅行為去保護內心嘅不安。喺案例入面，患者喺不良童年經歷問卷 set 得分係50，顯示佢細個時有過明顯嘅逆境，例如情感剝奪同虐待。呢啲經驗好可能促成咗佢嘅自戀特質同行為模式。研究話，細個時嘅逆境經驗 （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） 簡稱 ACEs 係 NPD 發展嘅重要風險因素，包括身體虐待、情感虐待、性虐待同埋情感同身體上嘅忽視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為你帶來啟發。我們下次再見。